插好電源，開啟機器之後，將機器移動到所需切割嘅工件附近，用自由驅動裝置或者遙控將機械臂移動到切割起點，並且喺軟件上面記錄坐標。完成記錄切割起點嘅坐標之後，用自由驅動裝置或者遙控將機械臂移動到切割終點，並且喺軟件上面記錄坐標。播放喺軟件上記錄嘅切割路徑，以確保輸入嘅數據係正確。帶好防具，同所需要切割嘅工件保持距離。最後用軟件遙控開火進行切割。